湾信义乡公所举办全国性的布农族联合诗歌礼赞的活动，除了互相交流，嘛希望族人会更加重视族语的传承。大家手牵手唱传统的歌调，为了传承文化，会继续发展。信义乡公所办理联合诗歌活动，透过比赛交流的方式，互相学习。现在年轻一代已经失去了讲母语的机会所以透过诗歌的方式让我们布农族的族人能够有机会互相彼此交流。这摆活动邀请中部地区的教会共同参加，其中真侪是来自中部打拼族群。我们都是从台东、从屏东、高雄来的鲁凯族、排湾族，在今天被他们的声音所震撼。参加族群嘛，就教会活动博暖感情。伫咧活动内底嘛，就这个机会举办简单的布农族传统红影节，希望族人传承会当代代平安。Hello， 我是叶明。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